年係升3成，主要係投資物業重估收益增加。撇除呢個因素同埋特殊項目，基礎盈利就升4%去到81億，主要係租金收入持續增長。至於九倉盈利貢獻就跌超過3%，減少至56億幾。會德豐舊年收入升1成7至410億，簽訂物業銷售總額188億，多過前年嘅100億，已預售但未確認入帳銷售額有150億。主席吳宗權表示，樓價受到息口影響，一旦美國加息，對集團嘅推盤步伐亦都有影響。集團會就財務管理方面做好準備。集團嘅土地儲備有780萬平方尺，8成係屬於住宅。吳宗權話：暫時無意就投地策略作出太大改變，又認為政治因素對市場情緒有一定影響。目前嗰個投地嘅方向呢，就會睇住幾樣嘢啦。一個呢，就係嗰個長遠嘅土地嘅方向，政府啲地嗰個情況啦，包括埋地鐵啊、城建嗰邊啊，政治嗰方面對於成個市場嗰個 sentiment 咧係會有影響嘅咯。去到尾我哋睇翻我哋自己手頭上嘅業務，然之後做好我哋做自己嗰份工咯。吳宗權對今年本港樓市睇法謹慎樂觀，又提到過去幾年建築成本有上升壓力，目前已經增加至3000至4000蚊嘅水平，建築成本持續上升，主要受到國際商品價格調整同埋人工影響，集團會做好準備。永樂百貨舊年盈利升超過1倍，公司表示日元下跌嘅利好因素被租金同工資成本抵消，又指水貨客問題對公司影響甚微。李以及報導。受惠內地業務虧損顯著收窄，加上成本下跌，永旺去年盈利按年增長1.4倍，增至2億5800萬港元，派末期息每股26.2港仙，期內營業額88億2000萬元，按年增加大約4%。當中來自香港業務嘅收益就減少2.4%，內地業務收益升9.4%。日元持續下跌，部分喺本港主要出售日本產品嘅連鎖店話有意重做實體店，不過永旺百貨董事總經理陳佩旗下類似嘅店鋪並無意調整產品嘅價格，又話即使日元下跌，公司實際受惠亦都未必太多。Plaza 咧，我哋會唔會將嗰個價錢去 adjust 咧？呢樣嘢咧，我哋係暫時未有呢個諗法嘅，因為其實嗰個 yen 嗰個 fluctuation 咧，其實都係有上有落嘅。雖然 yen 係會跌咗啲，但係大家都理解得到，而家香港嘅 rental cost 啊，或者所有嘅 utility 加埋 human cost， 其實都係可以 offset 到佢嗰個平咗㗎啦。其實 yen 咧係平咗，但係因為我哋嘅 company 嗰個 purchase route 同埋我哋 purchase 嘅 volume 裏邊咧，佢哋只係佔咗我哋大概5%度嘅啫。impact 喺我哋個 total volume 裏邊咧唔係好大。另外，陳佩文話旗下店鋪多數位於住宅區，水貨客嘅問題對於公司影響甚微。佢強調9成9嘅客戶係香港市民，而去年佔領行動對於公司業務亦都冇太多嘅影響。長實公佈將集團控股公司變更為長和嘅協議安排，已經得到法院認許，預計聽日起生效。長實股份將會聽朝早9點撤銷喺主板上市地位，而長和股份將會喺聽朝早開始喺主板買賣，將會以現有